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言是食一岁学一岁。伊的意思是讲，咱毋管到几岁，拢应该学习。时代愈进步，会当学的知识愈侪，读册会使学，做事会使学，参朋友斗阵会使学，食穿拢总会使学。会用你学的物件真正足侪，学习会互人欢喜，感觉生活足满足。有人讲3岁学无嫌早，80岁学无嫌慢。可比讲，若是有趣味要学台文，70岁来学嘛是拄好，敢若有捌甲毋的问题尔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